悬爬架，也是讲对大楼这边跳过迄边，这种运动就叫号做跑酷。这是法国人大卫贝尔在1980年代尾期所创立的。也毋过一般人看这项运动总是感觉真危险。即马伫台湾是有真侪咧做跑酷运动的人，而且佫真用心咧推广。台期待青春咱的梦，阴暗7点半，就带大家做伙来熟悉跑酷。挑战跳悬爬架，无固定的动作甲路线。走跳这个为外国传入来台湾的运动，真侪人对伊头一个印象，都是认为做这个危险的动作，都是为着看落较吓怕尔。PARKOUR， 它的直接翻译，正确来说是移动的艺术，所以跟跑得很酷是没有关系，不是为了大家来看而做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挑战。我们冲也不是说无脑在冲，就是也是觉得自己身体有经过训练是可以的。有咧做走跳运动的人讲，这个真水开极限的动作，其实背后拢是经过一届又一届的练习，毋是干那追求表现尔。不过因为走跳运动的特性，会有受伤的风险，加上媒体局部呈现因冒险的动作，互民众有无好的刻板印象，所以才会耍走跳的人称在红馆，煞无通好练习的场地。那厝内的人反对，嘛是因会拄到情形。通常看到你就是先谴责，然后说你给他搞啊，对啊，卖干那洗搞给啊，东西会坏掉啊。最常讲就是你练这个以后要干嘛？不能当饭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就是第二就是很容易受伤，那万一你摔断腿、摔断手，甚至可能性命都没了。为了改变刻板的印象，才会耍走跳的人因开走跳的课程，甚至去学校的社团推广，希望会当把走跳运动正确的资讯，互更较侪人了解，嘛把负面的印象提落来。对我来讲，跑酷的意义是找到我人生目标的一个工具。我爱跑酷，因为我觉得是超好玩。我觉得跑酷就像玩游戏一样，我会一直的不断去闯关，不断挑战一些关卡。安怎看待走跳的运动？每一个环境的看法是无啥共款。不过台湾这阵真拍拼耍走跳的人，因挑战家己的极限，在安全的条件之下，在走跳爬悬爬架之间，互这项运动成做真正移动的艺术。记者陈义文、梁新维台北台中报道。